即位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1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6篇，耶利米书22章18、19、30节，路加福音18章15、19、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至好朋友。诗歌《至好朋友》就是耶稣，是一首足得人介意、真感动人的诗歌。也有一不同款的作曲、谱曲以及创作重点就是讲迄个诗歌的歌词内容啦伊安尼讲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寒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讨。心肝常常失落平安，斗斗挂虑艰苦事。这是对咱袂有深信、袂有放心交托主。咱的朋友到底是啥物人？这真重要啦伊会当替咱做啥？主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，因为伊会帮助咱，会愿意替咱来牺牲。但是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，是毋是有真心来掠伊最重要？看耶稣基督是咱上好的朋友呢？耶利米书22章18、19、30节提到着约西亚王的囝约雅敬的时期所拄到的状况，所以针对约西亚王犹大的囝犹大王约雅敬，上主安尼讲，无人会为着伊哀伤讲，哎呀，我的兄弟，我的姊妹；无人会为着伊来哀哭讲，哎呀，我的主，我的王。伊受埋葬，亲像人伫埋带这个梨互人拖走，迄出去伫耶路撒冷的城外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爬上黎巴嫩山大声发，去巴山大声哭，去摩押的山顶大声发，甲你结盟的朋友拢受着拍散啦。恁早前安定的时，我警告恁，恁拢毋听。恁对少年就安尼毋听我的话。恁的首领会互风吹走，恁结盟的朋友会受掠，恁拢受着侮辱。因为恁所做的拢是歹，恁住伫黎巴嫩，伫北乡查起的宫殿，恁掠做安全灾难一个到。你会亲像妇人催尽痛苦哀哭。上主对约雅敬的囝犹大王约雅敬讲：我要赐我永远的活命入世，虽然你是我的正手的手指印，我嘛要甲你绑落来。你交互遐个你所惊要杀你的人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军队。我要将你甲你的老母赶出去外国，去毋是恁出世的所在，恁会死伫遐。恁真爱倒来，毋过永远袂当倒来。上主佮讲，约雅敬剑毋是亲像一块破碎无人要抵的盘是安怎伊甲伊的囝25囝拢受迄角，流亡伫外地大地请你注意收听上主的话，着记一笔，这个人无好事，是一生拢无成就的人。伊无后代继承大笔的王位，通继续统治犹大。上主安尼宣布。来听谈主耶稣基督的话，甲伊来维持好的关系。耶稣基督不但是信靠的人的朋友，伊嘛是小朋友上好的朋友。路加福音18章15、19、17节记载着的情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无爱这囡仔来，因毋是迄囡仔的好朋友啦但是耶稣却是这囡仔的好朋友。所以当门徒咧拒绝这囡仔的时阵，耶稣就甲因讲，吩咐因
互这个囡仔入来，并且伊要为着因来祝福。经文咧记载，有人连囡仔拢抱来耶稣遐，要爱互伊来还手祝福。门徒看到就甲因责备，毋顾耶稣叫因来，讲互囡仔来我遮，毋通甲因阻挡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款人诶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人若无亲像囡仔安尼接受上帝国，决断袂当入去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听这囡仔也有一首诗歌所讲的，细汉囡仔的朋友是之最，是之最。细汉囡仔的朋友是我主耶稣。何塞那至高的主，何塞那至高的主，何塞那万王的王，大家着学乐。诗篇46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咱的溃难，是患难甲急事的帮站。虽然地大变动，山到伫海中，海水野涌哗哗吼，山因为海中摇绝，咱拢免惊。有一条河，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，就是至关上帝徛起圣的所在。上帝踮伫遐，城一定袂摇动。天不光，上帝就帮赞伊。列邦花哈好，列国动摇，上帝出声，地就消扬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来来看上主所做的，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。伊只间斩断枪，放火烧战车。伊互战争拢煞，全地和平。伊讲拢静静，就知我是上帝。我伫列邦受尊重，伫全地受尊最大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咱同在。雅各个上帝做咱的要塞。欢迎主进入伫阮的心，诚做阮生命中最好的朋友，帮助阮来赢过一切的艰难，互阮会通得胜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